在燈具發展早期，人們在欣喜之中定下瘋狂的目標，要使黑夜亮如白晝。這在如今早已不再是個夢想。但隨着無數巨型 LED 屏幕與射燈不斷湧現，有的人開始在這樣的光明中徹夜難眠，有的生物因此遭受了致命的傷害。一系列嚴重後果讓設計師們開始尋求改變。我們是98年進入照明行業，在03年呢，這行業就發生了一些大的變化，很多地方都開始做亮化，能亮的不能亮的就都亮。這時候对我來說是有些迷惑的，我們應該堅持什麼樣的光的價值？所以當時呢，就買了一些這樣的書。這本書呢，他做的項目我去紐約看過，這個高線公園，它整個項目的照明的方向都是朝下照。朝下照和往上照有什麼区別呢？其實就是往上照，我們的这個夜空就被照亮；往下照就是它讓我們人感受到安全啊。有一些它种了一些綠植啊，它這些地方的色溫都是低的，低於3000K 的光源，对於植物的生長還有這些昆蟲是沒有傷害的。